現在我決定認同，這不過是一場小風波。今次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呢場絕對唔係小風波，因為牽涉到人命啦。上個月22號，台灣31歲網紅有護理係女神之稱嘅謝有心，被發現喺馬來西亞吉隆坡悦榕莊酒店嘅浴缸死亡。黃明志亦都在場，佢自稱兩人共度一夜討論工作。謝有心喺中午嘅時分去咗沖涼，見佢半個鐘都冇動靜就入去睇下，但已經見到佢倒卧喺浴缸入邊並失去意識。佢更加即刻做 CPR 同 call 白車。不過大馬警方就帶有另一個講法，話救護員抵達現場之後，黃明志未有向救護員講返事發嘅經過，隨即仲想離開酒店。好彩警方有任務喺黃明志嘅樓層發現佢神色有異，就押佢返房。跟住喺房入邊發現有全身赤裸嘅死者倒卧喺浴缸入邊。浴缸、地面都冇任何嘅水跡，懷疑係喪命之後被移到浴缸。警方更加喺現場查獲黃明志，佢持有9粒嘅搖頭丸，一袋睇嚟好似冇開過咁有7粒，另一袋就剩2粒。佢同時發生毒品同埋企圖逃離現場嘅事，而命案發生之後，黃明志都出鋪否認所有指控。又看到一則捕風捉影的新聞，本人感到非常搗亂。仲話我沒有吸毒，也沒有攜帶毒品，頂多最近喝酒比較多。仲話謝有心猝死嘅時候，佢有報案，但救護車要1個鐘頭先到，佢覺得好嬲，亦都好無奈，仲對對方嘅死亡感到不捨。最後仲表示自己收到勒索，但就似乎冇有怕啦。如果你想繼續玩，我們隨時奉陪到底。不過馬來西亞馬國衛生部嘅官員澄清，救護車22號當日近中午12點30分接獲通報，2分鐘後就喺吉隆坡中央醫院出勤，56分抵達酒店，成個車程淨係用咗26分鐘，反駁翻黃明志嘅講法。而當地警方更加指出，黃明志初步嘅尿檢結果顯示，佢嘅尿檢對安非他命、甲基苯丙胺、氯胺酮同埋4氫大麻酚4種毒品成分呈陽性反應。喺張相入邊見到42歲嘅黃明志，除咗平日嘅冷帽同埋太陽眼鏡之後，淨係見到一個大光頭，睇起嚟十分憔悴。黃明志之前先強調自己冇吸毒，但以上種種嘅證據都顯示佢講大話。而今日更加有戲劇性嘅新進展，案件喺11月4號出現突破性嘅發展。馬來西亞警方正式將案件按刑事法典第302條文謀殺調查。吉隆坡總警長拿督法迪爾亦都發文宣布，該案原本列作猝死，但經過進一步嘅調查之後，發現有多項疑點，因此重新歸類為謀殺案，並交由刑事調查組接手深入調查。而謝有心嘅經理人阿 Chris 今日亦都再發長文作統一嘅聲明。現在出現的這個新版本，反而更接近我們一直以來的懷疑。尤其在黃明志公開說謊之後，我們更加確定必須全力以法律途徑追求真相與正義。佢又指，因為安全同健康嘅考量，家屬目前冇辦法前往馬來西亞，亦都已經委託專業嘅代表處理相關嘅事，同埋聘請咗馬來西亞一線嘅律師團隊協助推進後續嘅法律程序。最後更加表示，除非家屬與律師共同同意，我們將不再發表任何新的正式聲明。原本已經保釋嘅黃明志，作為最後接觸死者嘅關鍵人物，而家佢已經被列為嫌疑犯。但當警方想拘捕佢嗰陣，黃明志就離奇失蹤6個鐘。據消息人士透露，根據移民局嘅出入境記錄顯示，案發至今未有任何黃明志離開馬來西亞嘅官方出境記錄，警方決定對佢發出通緝令。逝者已矣，而家對死者或者對佢嘅屋企人同朋友，最緊要嘅就係盡快查明真相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？歡迎留言講下。
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。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。Channel V 開台以嚟承蒙厚愛，多謝大家一路支持。經歷種種風雨，環境雖然充滿挑戰，不過同各位一齊行，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堅持報道，以民為先。好多朋友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，今日我就話俾你知 ，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，4種不同計劃任君選擇，當然仲可以請我哋飲杯咖啡添。詳情可以登入呢個連結。一切事情得來不易，感激有你同途並肩。Channel V 有你哋，我哋先可以行得更遠。記得登入連結，多謝各界支持。